顶将耶稣带到各各他，伫遐耶稣受定死架顶，因两个大罪犯中，当证人起来伊的时，一对兵丁抽抢分伊的衫，亲像对伊最后的侮辱。忽然，黑暗探满全地，日头无搁发光，圣殿的长椅变做亮明。耶稣大声喊讲：“爸啊，我今将我的灵魂交予你，就断开，死伫十字架顶。”